另外來關心的是高雄市三民區呢一間國小邊仔的這個公園，有家長發現講，平常是放學的時，攏有一個查甫人來到這擺檔啊咧賣四修啊，而且敢若閣有賣這中國的食品，真儕囡仔攏有去甲買。即馬衛生局是表示講，會派人去甲稽查，若准這個四修啊是違反着食安法的規定，安尼上懸是會當罰到300萬。放學時間到，一大群囡仔圍佇咧大頭買物件。有家長打問講，高雄三民區的義德公園最近出現一大攤販，專門佇學校邊仔賣四修啊。因為敢若具備中國食品，家長講這具食安的疑慮，囡仔唔知好歹就食落腹肚，若是出問題，誰要負責？望衛生單位甲學校愛重視這個問題。四修啊丟啦，你啊。已經來賣足久的啊。賣好啊，足久啊。足久的啊，大約你有印象是幾個月還是？他幾檔啊啦。小朋友他哪知道，他也不會注意去看，他喜歡吃的，偶爾他就買啦。他擺時間也不會很長啊，都是放學時間而已，所以我們一般他賣什麼，講實在話，我不會去注意到他。佇咧擺檔附近的塗骹，閣有看到中國四修的包裝袋啊，因為驚有食安的問題，中國四修啊進口來台灣賣有嚴格規定。進前衛生局就捌大動作，針對高雄的夜市啊、路邊檔來稽查中國的四修啊。里長甲學校攏講，進前唔捌有人反映過這件代志，已經通報衛生局甲警察機關，都是加強對囡仔的食安教育。如果是分裝的方式，那可能也標示不明，那個有效期限那些等等都是很多問題，所以我們也持續的跟老師宣導啊，在利用教師晨會的時候，跟老師宣導要教育孩子不要去購買。衛生局表示，將會派人去學校附近加強稽查，只要發現賣四修啊無符合食安法的規定，上懸會當罰300萬。另外，甲檔擺佇咧公園人行道頂懸已經違反道交條例，警方講會加強巡查處理，只要發現就會開單，上懸會當罰2400塊。記者柯家族邱超陽高雄場報道。